在之前我们分享过一个功能，关于技师邀请技师这一块的佣金分成比例怎么样去设置。那它支持这个统一设置，也能支持独立设置。独立设置可以高于其他人的去邀请的佣金比例。那现在我们又针对独立设置这里去做了一个细则的一个划分升级，去优化它。那关于这一块是怎么样的？大家看过来啊，在这里我们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永久，一个是首单，一个是首宗。在过去我们这种分佣类型只是针对技师邀请用户的情况下，或者是用户邀请用户的情况下才有这种设置。那现在我们把这种设置也同步更新到技师邀请技师这一块的一个分佣这里面。那永久是针对每一笔订单都可以获得分佣，包含它的首宗、变更以及加宗的。那首单这种类型只有第一笔订单可以获得分佣，那它的后续它是不参与分佣的。那首宗是每一笔订单的首宗金额都可以获得分佣，但是变更和加宗是不允许的。所以这种情况要根据咱们后续的一个运营情况去做一些设置或者是变更。大家觉得这个功能怎么样？